就喺三鄉呢一度，家私年底大清貨啦！我哋唔玩套路，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全青皮梳化、磨砂全皮梳化、全真皮梳化。平時成萬蚊嘅梳化，而家只需要4999。呢啲真皮大床全部清養價1999咋？呢啲全部都係清養價2999，仲送床褥喎。豪華大平層嘅福利，3.5米嘅梳化，而家只需要6999。呢套康樂利梳化都係6999咋。仲有呢啲時尚休閒單椅，全部都係3位數可以帶走。芝華士品牌單椅，咁多款式，全部都係1999。芝華士按摩椅3999。你想要嘅茶几、電視櫃、餐台、櫃類呢度通通都有。嗱，中山麗人家居年前大清倉，喺中山珠海嘅朋友千祈唔好錯過啦！關注我哋麗人家居，我係 Ada。